先啊，繼續來看這件是囡仔囝吹油門爆衝的意外，發生在苗栗。一個爸爸把機車停在路邊，咧掀迄個卡網，啊，4歲查囝就坐佇個椅子仔上頭前，是一直耍機車的手環，結果無小心去撞到油門，機車全衝出去，驚險萬分。佇機車行的門口，這個查某人載一個差不多4歲查某囝停在路邊佇冰物件，要不伊無熄火。這個囡仔一日頭前雙手佇遐耍手環，一個無細字去吹着油門，機車在那向前衝，別個2人攏摔倒在地。這個奧多麥衝出去的同時，這個做老爸不能反應，將這個查某囝攬安安，最後伊是腳只偏落地，和這個囡仔攏無受傷，干那驚着爾。基本上我會帶小朋友下車，如果他真的要站在上面的話，那熄火鑰匙拔掉，這是必須的。像我停車的時候，就不會讓小朋友去摸到這個，就不會讓小朋友坐在前面啦，讓他坐在後面比較好。驚險的畫面發生伫15下晡4點外，苗栗市中華路。這個做老爸奧多麥無熄火停在路邊佇冰物件，一個無細字，或者查某囝吹着油門，加在當時敢若弄倒店門口，奧多麥就停落來，無衝去到大路中央。這別個2人攏無啥要緊。本案目前轄區派出所尚未接獲民眾報案，詳細肇事原因仍需調查釐清。雖然警方無接到報案，不過嘛呼籲鄉親要以後座載人為原則，或者個囡仔踏入頭前腳踏板，唔若去擋到視線。若發生車禍的時，囡仔會去先弄到，停車時嘛要熄火，鎖匙要背起來，避免囡仔去吹到油門衝出去造成傷害。